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1月15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76篇，以赛亚书60章第17节到22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25节到第5章第2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自由意志。时常拄着侪非基督徒的朋友，总是会爱问讲：哎哟，恁所讲的上帝，毋是创造的上帝吗？是安怎无伫咧创造的时阵吼，着创造大家吼，拢是基督徒，安就好啊吼。即种的讲法，初初听落来，介生还阁真有道理啦吼。但是呢，如果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照伊家己的意思，人无有选择的可能性，那安尼基督徒就毋免传福音啊，教会就会坐满人啊。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啦吼，牧师嘛无认为安尼是上帝爱的代志啦。两个方向来互大家做伙思考。第一个，敢有人想讲一出世了后就要变成做机器人，也是咱咧讲的 AI， 无有思想，无有自主能力，无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另外，大家拢知影欧洲的基督徒的人数一直咧减少的中间。但是咱知影早期欧洲国家拢是基督教的国家，虽然毋是亲像即种受创造了后就无有选择权，但是遐欧洲人因出世拢伫基督教的家庭，还是天主教的家庭出世的。事实上并毋是每一个欧洲人拢会到礼拜堂去敬拜上帝教会嘛无拢坐满基督徒，为什么？到底上帝的想法是啥物货？以赛亚书第66章第1节记载，上帝的先知以赛亚安尼讲：上主安尼讲，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骹踏椅，恁会通做倒一种的殿宇，互我来得到安息的住所呢？我亲自创造的宇宙万物，我看过谦卑痛悔的人，也喜爱听叹我的话的人。上帝看过谦卑痛悔的人，介意听迄个听叹伊的话的人。虽然以赛亚的时代无有自由意志这个名词，但是却甲咱讲到基督徒选民愿意谦卑家己，高举上帝，就爱愿意去听叹上帝的话语。以赛亚先知也安尼，搁伫迄个自由意志的这个概念顶悬，提供人另外一种的选择，就是离开上帝。伊讲，比较一般的人，因所作所为，因杀牛做精生，或者是用人做牺牲祭，对因来讲拢是共款。因献细只羊仔，也是杀一只狗仔；献素祭，也是献智慧；烧香，也是五常来祈祷，拢无有差别。反倒当因真欢喜用通可厌恶的方式来崇拜，所以我要爱降落因上惊吓的灾厄，因为我呼叫因无要应答，我讲话因无要听，因故意无要服从我，
做我无欢喜的歹代。为什么有即种服从的概念呢？这不就是讲伫迄个自由意志吗？自由意志会选择的下面，人却得爱选择离开上帝。上帝互人自由意志，是要爱人伫家己的道路顶悬选择来跟对上帝，才会通愿意来顺服上帝的旨意，才会通选择来跟对基督的脚迹，追求上帝所赏赐的永生。以赛亚先知又搁安尼讲：敬畏上主的人啊，恁着听伊的话。伊讲：因为恁对我忠心，恁的同胞中间有人怨恨恁，甲恁断绝来往，因讥刺你，讲恁的上帝显出伊的伟大，好若我看恁有偌欢喜吧。恁着爱甲耶路撒冷做伙来欢喜，既若听这个声的人，拢应该为着伊来欢喜。恁捌为着伊悲伤的人，要甲伊做伙来欢喜。恁要享受伊的欢迎，亲像婴仔伫老母怀中伫食奶。上主安尼讲：我要互你长久来得到欢迎。万国的财富要亲像长流袂煞的溪水流到伫恁遐。恁将要亲像一个对母亲亲自饲奶的囡仔，伫老母怀抱中受安慰、受保护。我要伫耶路撒冷来安慰恁，亲像老母安慰家己的囡仔。来讲到自由意志、自由选择，其实保罗伊有更较清楚的见解。伊讲，有人讲阮有自由做任何的事，这话无毋对，但是并毋是每一项事拢有利益。咱有自由做任何的事，但是并毋是每一项事拢有帮助人。每一个人拢无应该为着家己的利益来设想，应该知关心别人的利益。市场所卖的，恁拢通食。莫为着良心的缘故查问为什么？因为圣经顶悬讲，地甲其中的万物拢属伫主。当然，保罗所讲的这个是祭拜过食物的问题。基督徒会通自由选择来决定看要食还是毋食，只要愿意献上感谢，只要是对人有利益的。保罗又甲安尼讲，若安尼，恁无论做啥物，或者是食，或者是啉，拢着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恁无论对犹太人、希腊人，或者对上帝的教会，拢袂当互人绊倒。恁着爱照我所做去做。我要互大家欢喜。将来无有为着家己的好处设想，关心大家的好处，为着要互因来得救。也亲像伫昨的每日读经的中间，咱所分享到的，保罗伊劝勉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讲：恁着爱来效法我，亲像我来效法基督共款。上帝赐予咱自由的意志，互咱家己去选择家己的道路。虽然是安尼，上帝的愿望就是要爱咱选择去跟对、去顺服、去敬拜伊，并且来得到上帝所赏赐永远的活命。诗篇76篇，伫犹太上帝
人人拢捌。伫以色列，伊的名受准做单；伫撒冷有伊的会幕，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伫遐，伊压制火的箭，毁坏盾牌、刀剑以及所有的武器。你的荣光甲威严赢过吞满战利品的山岭。上勇的人拢受抢劫，因困去无阁醒，连战士也袂当出手。雅各的上帝啊，你一个责备，战车、战马都拢倒落去，无阁起来，只有你通行位。你的受气一个发出，啥人伫你的面前徛下条？上帝啊，你起来审判，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你一个对天宣判，地就惊吓，毋敢出声。人的受气最后变做对你的称赞。经过你受气流落来的人会围起来敬拜伊，着对上主恁的上帝下愿，嘛得感谢四位的人带着礼物献互通敬畏的主。伊要互骄傲的贵族闹开，伊要互世上列王敬畏。感谢上帝拯救阮，并且赏赐阮有自由的意志，也互阮学习捐一定来军队学习你的典范，互阮的生活会通见证荣耀主。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